大家好，我係益力多，係住喺屯門嘅一個平凡中五學生。香港一直提倡可持續發展，但係點解香港嘅可持續發展一直都未被普及呢？喺我身處嘅屯門有好多嘅垃圾桶，喺企喺市中心繁忙天橋上面等人等5分鐘，就往往會見到3至4個人使用呢啲嘅垃圾桶。但係喺呢個垃圾桶方圓嘅50米入邊，係有8個類似嘅垃圾桶㗎。可以見到喺屯門區內使用垃圾桶嘅人數係極為之多，但係雖然呢個使用率係極高，三色桶嘅使用率就好少。差唔多喺所有嘅主要嘅公眾地方，例如港鐵車站，會設置咗3色回收桶。但係試過喺當日同樣時段喺西鐵站等人嘅時候，5分鐘入邊只有1個人使用3色桶，而且佢仲要係我嘅朋友。但好不幸地，其實連佢都唔係好識用3色桶。其實呢啲3色桶嘅使用率係極為之低㗎，差唔多每隔幾日呢啲嘅工作人員嚟收集嘅時候，先至會收集到少量嘅可回收嘅物品㗎。喺平時日常生活入邊，我會主要靠公共交通工具出入，包括輕鐵、西鐵、巴士等等。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對環境造成嘅污染甚低，而運載效率亦都極高。以一架雙層巴士為例，佢會載到100至130人，而一卡西鐵嘅最高可載客量亦都可以達到200人。能源消耗細咗嘅同時，亦都可以減少路面排放，包括減少呢個私家車喺路面上面行走嘅數目。同時亦都可以減輕交通擠塞。電廠嘅排放亦都係受到好嚴格嘅監管嘅。喺我身處嘅屯門，青山發電廠係香港主要嘅發電廠之一。而呢一間電廠喺發牌嘅時候，亦都係訂立咗好嚴格嘅排放管制，務求要令到排放減少，達至到可以接受嘅水平，減少對空氣污染造成嘅影響。而巴士公司亦都致力減排。根據政府嘅數據指出，喺2016年之前，所有嘅巴士將會符合歐盟5期嘅排放標準。而呢啲巴士公司會透過購置高排放標準嘅歐盟5型號嘅引擎巴士，淘汰一啲排放不合標準嘅舊型巴士，包括歐盟前期或者歐盟2期嘅巴士，以及喺現役嘅巴士上面安裝一啲嘅濾化器，減少對空氣所排放嘅排放物。咁另外喺屯門亦都有一定嘅單車徑，而呢啲單車往往喺短途嘅接駁上面係對社會係造成好大嘅方便，亦都係一啲快捷嘅路徑。好似喺我身處嘅屯門，由屯門碼頭去兆康嘅一段，踩單車往往會比起坐輕鐵或者巴士轉西鐵係快10分鐘左右㗎。但係喺政府嘅單車徑配套唔夠嘅時候，真正使用單車代步嘅人其實唔多，文化亦都唔普及使用單車。其實政府嘅配套係可以有改善嘅空間嘅。喺屯門入邊，呢啲單車徑往往會被斬開幾橛，而法例亦都要求我哋喺過行人過路處嘅時候係需要落車㗎。但係呢啲嘅行人過路處差唔多每10至20米就一個，喺過呢啲行人過路處嘅時候要落車再推，係會減輕咗市民使用嘅意欲。所以我好期望喺政府日後發展一啲新嘅社區，好似西九文化區或者啟德嘅時候，可以有更完善嘅交通規劃，令到市民可以更方便咁利用步行或者單車徑，減少咗對公共交通工具嘅依賴，從而令到香港可以有可持續嘅發展。